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杭州亚运，为台湾摕下到第19块金牌的空手道的国手郭晓松，是南投县信义乡第2村布农族的族人。初10的半暝，返来到桃园机场，亲人族人是包车去甲迎接。 郭晓松回国看到爸爸个较彩大，两人互相đảm条条，嘛甲身躯顶金牌送互爸爸。第2村族人和亲戚朋友，拢献布农族的传统歌舞来欢迎郭晓松恭敬倒转来。 很感动啊，因为已经这么晚了，对，然后还包车上来，就是欢迎我们这样子，对，那也很开心，没有让爸爸失望。得到金牌空手道国手郭晓松，和得到金牌高翠萍空手道国手，这个回国都受到真侪单位热情接机。虽然历经了很多的一个波折，但是最终能够拿到金牌，这个是非常不简单。赢得第19块金牌空手道国手郭晓松，虽然特别参加全运会比赛。 郭晓松希望坐落来会当好好休困，享受恢复较好，再过来规划后一步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